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北加州伫7月初3日时发生火烧山，火是真大，阁真猛，连对太空中拢会当看到乌烟。目前这火也无法度控制，当地政府已经赶紧撤离13000人。因若今日7月初4是美国独立日，真侪人毋免上班踮厝内，按照传统会放烟火，不过当地政府甲官员已经要求灾区这个所在袂使放烟火。另外，伫美国的西岸，即马温度真悬，发高温的警报，按算温度会到摄氏40度至46度，而且会热到这个礼拜日。消防人员伫真热天气甲乌烟大火拼命，这场叫做汤普森野火，测试中岛为表土郡奥罗维尔市附近爆发，这场火势拖到真大，到车查中岛已经将近12.1平方公里，到离加州首府萨加缅度北边差不多113公里的所在。迄时阵灾情控制率依然是0，消防人员尽量伫路的两边来拍火，防止火拖去徛起直升机为空中压水。州长纽森伫这礼拜进前启动州行动中心来支援佮协助应对野火，甲防范对社会威胁。随即暗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也考虑7月初4美国独立纪念日假期。大家拢有放烟火传统，当局针对表土郡大部分地区下禁烟火令。加州森林防火厅表示，今年热天甲过去2年热天真无同，树丛真大树，加上风势助长，是说火车就可能拖到真大。太平洋加速电力公司已经针对部分地区安全性停电。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，因为西岸附近高压比引起为堪萨斯州、甲密苏里州、甲密西哥湾沿岸各州的关分。加州大部分地区热到互人挡袂牢，国庆假期一礼拜内有将近9000万人伫关分警报的冲击当中。110s, 115s, and everyone's talking about it. I'm just trying to get like ice cream and stay indoors. Try to walk in the shade. 萨加缅度当局已经示警，有部关分是40.5度到46度，会连续到初7拜日暗时。美联社分析发现，去年美国超过2300人因为关分死亡，创历史纪录。有10外位专家认为，实际情形可能比这数字悬出真多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报道。